乡亲啊，真难得的画面哦！陆军航特部的水鬼仔兵第一届伫咧水底来举办着结婚的典礼，至亲家属嘛感觉真光荣。爬哪里？总副部长伫沙坡伫爬，加油！爬过去。拄着烂头嘛是爱爬过，想要洗一个面碰起来拢是垃圾水，要不嘛是爱完成任务。 陆军航地的水鬼啊，来无影齐武装是台湾第一线的守护者，训练嘛非常的严格。第152支硬汉州基月考试29伫金门举行，学员经过硬汉路的检测了后，加亲人做伙来到战旗关。 各位学员穿唱水的服装，伫4公尺悬的跳台顶面跳入水内，伫水中进行结婚典礼。这嘛是海量的水鬼啊，头一摆伫水下颁发证书以及海量的勋章。陆军航特部表示讲，这阵学员伫将近半年的训练中，展现绝对的服从，忍耐到底、坚毅精神，未来绝对是国军上强的战力。